援疆教师告诉韩东，维吾尔孩子们正在忘记自己的母语，他们学习维语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自己的家人，但他们的家人还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2017年开始，上万名汉族教师陆续从中国各地被派往东突厥散教当地孩子们汉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这又是一场中共处心积虑设计的骗局。一名从2018年就在东突厥散工作的小学教师说，汉族教师到来后，他学校里很多维族老师被学校辞退，其中多数人被迫回农村老家。这名教师认为，幼儿园以及各类学校清除维语，学生被迫从小学习汉族文化和传统，这对当地孩子们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他们接受得很快，在学校里不怎么说维语，有的都不会说了。他解释说，我的一个学生用维语给父母打电话，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都说不成句。一名中年汉族教师透露，他班上有10几个学生的家长被关进教育转化营，只有2名家长被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自由的。政府在郊区建了一个大厂子，周围全是大铁栏杆，像监狱似的。许多以前关押在教育转化营的人现在住在里面干活，而且他们只能偶尔回家看看孩子，每次出入都得登记。保守党英国议会议员亨利·史密斯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立法者支持正在进行的对东突厥散集中营的调查。很难想到一个比中国针对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镇压更为必要的主题。这些少数族裔被中共共产党的独裁政权囚禁。一看东突厥散的图像，就可以将其与纳粹德国所犯下的暴行直接相提并论。作为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外交大臣和外交、联邦与发展办公室的工作。我们支持议会的努力，以确保将对中国共产党在东突厥散的行为负责的人纳入下一轮制裁。9月16日，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决定视察维吾尔领土上的中国集中营。居住在德国杜伊斯堡的土耳其和维吾尔妇女于2019年9月20日在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协会举办宗教知识交谈。女士们在伊斯兰第一学堂主题下进行了非常有效的交谈。参加活动的艾伊莎和贝托尔女士回顾了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协会的各项工作，并强调为被压迫的维吾尔同胞和儿童提供帮助的重要性。女士们说，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协会给他们提供了这次机会。我们非常感谢协会主席卡拉卡什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场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提醒梵蒂冈，如果该国与中国延长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这将危害教廷的道德权威。蓬佩奥在推特上写道，教廷2年前与中国执政当局达成协议，借此希望帮助到中国的天主教徒，但中国执政当局伤害教徒的行径却变本加厉。彭博社本月上旬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梵蒂冈将与中国延长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并有可能延长2年。中梵是在2018年9月签署这项协议，协议内容尚未对外公布，但报道称这项协议让中梵双方在任命驻华主教方面都有话语权。据美国相关执法官员的通报，本周早些时候，执法人员载获了一个寄给特朗普的包裹。经2次测试后，确认了包裹内蓖麻毒素的存在。FBI 和通勤局正在调查此事。据报道，这个邮件并没有交到特朗普的手上，而是在最后一道处理设施处被载获。送到白宫收发室的邮件会在这一关进行筛选。初步调查显示，这个包裹来自加拿大。美国联邦调查局强调，相关信件不会给公共安全带来危险。